舒总呢？哦，舒总出去了，刚在电梯碰上他了。电梯啊？是呀，我也觉得奇怪，舒总怎么会来坐工人梯呢？那他是出去了吗？不是，看他按的是顶楼，还没走。啊，我有重要的事找他，那我进去等会儿吧。小伙子一看挺潮的，一看就挺叛逆，哪跟我似的这么乖？电梯，顶楼，不会吧？这两个电梯都不能用了吗？对不起，这电梯不能用了。跟我差不多大，其实像我们这种年纪，根本就还没长大。我们需要的吧，不是女朋友、男朋友，也不是玩，不是钱什么的，我们最需要的是爸妈。有妈妈在身边陪伴的时候，我们不觉得什么，但是没妈在身边，这天也就塌下来了。可是我的儿子，从小到大我就没有陪伴过他。他都是一个人长大的。可是你现在陪伴也不晚啊！您看，你儿子还这么小，您还这么年轻，你们俩真的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互相陪伴，不晚，晚什么呀？一点都不晚。我没有想自杀，我只是忽然想起来，站在天台上往外看一看，跟站在玻璃窗里面看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哎，那就行。哦，我刚刚真的吓了一大跳。别担心，你不是刚才跟我说了吗？孩子不能没有妈妈，我们妈妈也不能没有孩子啊。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害你受惊了。啊，不用，不用谢。怪我大惊小怪的。我妈说的，我平时就这么咋咋呼呼。哎呀，好久没有这样跟别人聊过天了。因为您是老总啊，平时工作那么忙，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不是这样的，我也是拿这个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所以才一直没有好好陪我的儿子。你呢？妈妈一直陪你长大的吗？我妈呀，她就是家庭主妇，跟您是不一样的。而且舒总，您知道吗？我爸妈为了怕我出国有意外，他们不让我去留学。您觉得这样好吗？不好吧？至少我就特痛恨这点。哎，您知道吗，苏总？我刚来 SW 的时候，林潇潇她天天在我面前转英文，而且大家总是问我，哎，张小鱼，你是哪个学校读的书啊？欧洲的还是美洲的？那我能怎么说呀？我什么都说不了，都快急死我了。我只能老实交代，我杭州读的书。好啊，好啊。不过我后来自学了英文啊，但是我希望将来有一天，
我能到牛津啊、哈佛、剑桥这样的名校去读书，就是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也行。好啊，只要你想，你就一定能做得到。也许你表现好，我还可以赞助一些奖学金或者生活费学费什么的。哇，舒婉婷奖学金，那我可要真的去读啊！我可没说一定要给你啊，你要努力才可以。我努力，一言为定。一言为定，舒总，加油！我加油。抱歉啊，我的手机关静音了。什么事？舒总，上面那个人不能再让他这么胡搞下去了。二部已经开始审计，电商部、总务部的所有材料他都收走了。这样下去，没有事情也要搞出一点事情来。我也是这个意思。不说有事没事，这种查法对您、对中国区都是微信的打击。舒总，我有事单独向你汇报。OK。哦，是这样的。之前呢，我请 JK 帮我做一件事，看样子他现在已经完成好了。我们中国区应该是可以放心了。中国区这次的危机应该可以雨过天晴。抱歉没有告诉你们，是为你们好。舒总，这个道理我们懂，也不是所有的事儿都要让全世界知道。只要是您决定的事情，我们紧紧跟随就是了。无论如何，这次能渡过难关，中国区的上上下下都应该谢谢林总。我们中国区一定要团结，这是我最大的感受。那我跟方总先回去了。安全起见，这些材料我没有发你邮箱。简而言之，他们用的是转账支票，中间津贴了他们高管的私人账户，所以比较隐蔽。蹊跷的是，孟凡的人也查了这个账户，证据确凿，却没有向总部汇报。看来孟凡这张牌已经起作用了。作为中国区总裁，我必须努力改变这个局面。说什么？舒总想自杀？他说不是，他说就想在天台上静一静。我也不知道。他这两天看起来挺好的呀，比前几天强多了。你跟他聊什么了？全都是拉家常。他说他儿子，我跟他说我爸妈，我还跟他说我羡慕留学的，以后要补上这么一科。你羡慕留学吗？是。我看你怼林潇潇的时候怼得挺欢的，难道是因为嫉妒啊？我嫉妒他，我就是看不惯他装13。不过现在没关系了，反正我的眼界变高了以后呢，我也不用跟他计较了。哎呀，是谁告诉你你眼界变高了？不过也算你有本事，能把舒总给哄开心了。不管他之前情绪有多糟糕，现在都没事儿了。哎呦，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伟大吧。跟你没有关系，等着看吧。明天33楼那群黑西装全都得滚回去，舒总可以安心了。每一个清晨看起来都那么相似，可是所有的巨变其实就蕴藏在这种看似恒定的日出日落中。很久以后，我忽然领悟到，就是这一天，
住，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方向。是不是？而拨动路标的那个人是舒婉婷。妈，一起吃饭。路上小心点啊，拜拜。那我先走啦。唐伟伦，喝咖啡吗？不了，谢谢。谢谢你没有为难我。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不会为难你，我也不会为难任何人。那我先回去了。你先忙。等一下，审计期间不可以转移任何的文件。你在做什么？我要去33楼亚太区总裁办公室。谁让你这么做的？舒婉婷，舒总。舒总，跟我走。不放心，你可以进去看看啊。开门。你怎么不敲门呀？一点规矩都没有。对不起，有事儿吗？没什么。什么意思？ SW 中国区的审计报告及附件。你连报告都替我写好了？你已经查了1周，我不知道你还打算查到什么时候。为了不耽误我们彼此的时间，我帮你做好了这次审计。我记得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呢，就找你聊过。中国区在亚太区成绩是最好的，但是出状况也是最多的。中国人有句俗话，“一白遮百丑”，但是在我这儿是行不通的。所以中国区必须国际化，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我就是你要准备付出的那个代价吗？陆总，你我已经改写了 SW 的历史了。第一个中国人担任了中国区总裁，第一个中国人担任的亚太区总裁。不过，我却认为这只是一个个人荣誉，我们并没有拿出能配得上这份荣誉的光荣。可能你觉着我是一个想往上爬的人，没错，谁不想往上爬呢？但是，我要的不仅是这一个高位。我最想要的是属于中国区的骄傲。我要让所有老外都不会议论孟凡和舒婉婷是靠着关系才走上这个位置的。我要让中国区不仅赢在人口红利上，还要赢在理念、管理模式上。我要让中国区引领 SW， 引领这个行业。这份骄傲，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想要的。所以，这份审计报告
你不会接受。抱歉。我不能接受。你接受我的审计报告，然后我还你一份大礼。大礼？大的超乎你的预期。说，丹宁约了我还有温哲去考察他们那个新项目，完了一起吃个饭，你来不来？看情况吧，到时候我电话你。那算了吧，你不去我也不去了。现在都这么晚了，你还没有下班啊？今天集团副总裁来了。你好啊，阿兰。你好。行。会有什么事儿吗？孟凡，审计的事怎么样了？哦，昨天晚上就结束了。结束了？那我还来干什么？审计报告连夜发到了总部，但是您已经在来的飞机上。怎么这么快？那就没有问题了？没有问题。不过您来了也好，还有件大事儿需要您来裁断。大事？是的。我会向您单独汇报。那都是销售跟人力部门，这是要提前全部结果吗？刚才3位老大在办公室也不知道商量了什么。哎，你知道什么事儿吗？这段时间，因为审计的事情，各位辛苦了。今天我们临时召开这个会议，是应阿兰副总裁的要求，他有一个决议要我跟大家宣布。关于中国区销售总监的选拔，阿兰副总裁决定暂停。可以知道理由吗？当然，因为需要新的中国区总裁去决定这个人选。对不起，舒总，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呢，刚刚向阿兰副总裁提出了请求，辞去中国区总裁一职。什么？为什么？明天我将会起草一份正式的请辞书，上呈总部。舒总，这个也太突然了。我能冒昧的问一句，您走了以后，新任总裁怎么产生吗？按照惯例，前任总裁也就是我有提名的权利。当然，总部的人力资源部也会广泛的整理考察出一份新的候选人名单，最后由总部的董事会来决定。就这样，散会。Jake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别悲观，鹿死谁手还没定呢。怎么回事？林总在舒总办公室。舒总只留下了 GK， 没说留下方总吧？可不是嘛！要不说方进财散会直接回办公室了，搞得好像多忙似的。不回家难道？哎，方总不走，他们俩也不走，脸皮真厚。要不说方总厉害呢，物竞天择，他早在二部标榜过了。有用吗？舒老总叫的可是我们林总。难说，舒总是有大智慧的人，你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觉得不乐观？我怎么能觉得呢？我就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今天这会太诡异了。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吧。为什么要辞职？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来，喝口茶。以后我们俩就很少有机会在一起喝茶了。我啊，要去国外陪我儿子读书。这算什么理由啊，老板？这就是我的理由啊。你也知道，嘉豪呢从小就叛逆，他爱上了一个玩摇滚的香港女孩子，非要去香港。我呢，希望他去国外读书，他就给我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管到底，要么彻底不要管他。如果我能辞职，做一个全职妈妈，陪他去国外，他就回去。嘉豪实在是有点不懂事了，不然我去试着跟他聊聊。你们两个准吵起来。不过嘉豪跟我说，让我做全职妈妈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心疼他。你知道我从小就很少陪他，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可我想做一个好妈妈，从没像现在这么想过。一定可以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的。不必要两全其美。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钱也赚得够多，官也爬得够高，年轻时候梦想的，我现在都得到了。可是忽然停下，一看上面还有自己看不到的山峰，可是回过头呢，自己的儿子什么时候失去了、丢掉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嘉豪逼我做出选择，他以为我不会放弃现在的职位。可当我跟他说我辞职了，我要陪你去国外的时候，他完全傻了。你不知道那晚上他有多乖。我确定我做对了。问你的第二个问题。啊，我来讲。中国区总裁的选择上，我最想推荐的人是你和方静。可是，如果非要我做出选择，我更看好方静。那你应该留他下来谈这场话。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的脾气我最了解。我想，如果是方静上位，
你能冷静。为什么是他？大单品销售你比他强，隐忍识大体，他比你强。就像他们说孟凡比你有大局观。一开始你把方静调来搞竞争，后来把一梅给他，你的偏爱已经很明显了。我一直把这个当作你对我的磨砺。你带我入行，栽培我，教会我很多东西。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同：要赢，凭实力。方静不如我，您有您的判断，我有我的看法。我不会退出这场竞争。谢谢您的茶，老板。你们俩回家吧，小鱼跟我走。我没有猜错，你果然会等我。我理解你的决定，因为我们都是当妈的人。嘉豪也真够淘的，这种选择题亏他想得出来。哎呀，这些话跟 Jackie 就没法说。刚才还跟他不欢而散。每个人的性格、经历都不一样。比如我跟 Jackie， 其实是春兰秋菊各有擅长。你和 Jackie， 我还没有想好，你能理解吧？嗯，当然，这不是小事，哪那么轻易就想好了？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您的智慧。啊，对了，总部如果不准你的请辞呢？为什么不准？除非我法律上有问题。但是感谢孟凡，刚刚审计了我们。好了，我还想早点回去陪嘉豪呢。舒总，你提醒我了。万一要是再来一次离职审查，我们还是得小心一点。就是你签过字的那一笔账。不过你放心，这事除了我，再没人清楚。我回去再检查一遍，确保您安全离职。舒总，你真让我失望。我哪做错了吗？我等了你一个晚上，你终于还是说出了那句话。你不提那笔账，我推荐你，但是你提了，我推荐 Jackie。你一定是误会什么了。今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观察你们两个，但是这一次你丢分了。
我不是在威胁你。事实上，那笔账确实是你的印记。是的，但是你还是不够了解我舒婉婷。那笔让你费心的账，今天下午我已经向阿兰和孟总坦白了。这件事你知道吗？不过，从朱总的描述来看，那笔账补齐以后，账面上就应该不会有问题了。佘总，为什么要坦白这个污点？我为 SW 服务了20年，从一个销售员做到了现在的中国区总裁。我不想拖泥带水的离开，这也是我半生的家。是啊，其实公司里这么操作的人远远不止你一个人，但是只有你敢说出来。我很欣赏你的勇气。既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失，这件事到此为止，不用再提了。谢谢。那你能不能不要辞职？在事业和家人之间，这一次，我选择家人。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能走上今天这个位置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推荐你去 SW 欧洲。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一个人担下来的，不会影响到你。现在看起来，这也算是对你的一个补偿吧。方静，你没有得到我的票，不为私怨，只因隔绝。回来了。坐吧。你听什么呢？我以为你出去玩了呢，难得你这么安静。说了你也不懂。新古典主义音乐，听过吗？新古典主义？你不是喜欢听摇滚吗？可真是我的好爸爸呀！每次你一当妈妈，总能让我有种措手不及的尴尬。算了，看你也没话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吧。过两天我们去趟香港。为什么？我们两个不是说好了吗？你先别急，听我说完，好吗 ？OK， 你说。放心，我不会让你辞职陪我去欧洲的。你那天跟我说的话，不管你是在哄我也好啊，还是怎么的，让我都挺欣慰的。这次去香港，是因为我爱他，不管行不行的，希望我跟他能把话说清楚。嘉豪，妈妈不想干涉你谈恋爱，我只是想你能把你的学业先好好的完成。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OK， 你说。我这次去，跟他说清楚以后，我就立马飞去欧洲，直到完成学业我再回来。
好啊，当然好，有始有终。这么说你同意了？同意。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就知道。不是，你去那儿干什么呀？我陪着你呀。我辞职了。你说什么？你别想逗我。你想做一个有始有终的男孩子，我呀，现在就一心只想做一个无论喜怒哀乐都可以陪伴在我儿子身边的妈妈，不可以吗？中国区总裁，不当了？不干了。是因为我那天说的话吗？ No， 不是因为你说的话，是为了我自己。家豪，你都17岁了，你从一个连路都不会走、磕磕绊绊的一个小 baby， 到现在长成这么一个大小伙子。 好像是一瞬间的事，其实不是因为时间过得太快，而是我没有跟你一起成长，我没有陪在你身边。你要挣钱养我，既然选择了当爸爸，那就当不了妈妈了。那都是借口，我知道。 妈妈真的好后悔。17年了，我能想起来的，或者说是我做梦能梦到的，都是你小的时候的样子。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片段。我陪你的时间太少，就那么一点点。 不适合了，不要再说了。想起这些，我心里就好痛。就算赢得了全天下，又能怎样？这个痛，会像一根针一样深埋在妈妈的心里。我失去了太多陪伴你的记忆了。 从现在开始，妈妈不想再失去了。就算只有你大学4年的时间，我都想尽我所有的努力，去做一个能陪伴在你身边的好妈妈。能给我这个机会？妈。 要不找孟凡，干脆直接找阿兰。小鱼，我们俩也算是半个师徒吧？哪是半个，是整个。好，整个。那你说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像我跟我老板一样？绝不会。行了，别说这个了，行吗？现在你赶紧想想办法。
对，你上次让我给你写的那个方案，我马上就写完了，这次能不能用上？用得上。不过那是我的底牌，错不得。我知道，好庞大的计划，很多东西我都搞不明白。孟总，我找你只有一句话，我会推荐你。谢谢。你也不用多想，我作为亚太区的总裁，当然希望中国区的老总是最强的那个人。我听到了，他说要推荐你，是不是啊？这次中国区总裁的任命，舒总的权重最大。他占2票，孟总1票，阿兰1票，总部人力资源1票，最后由董事会来裁定。虽然孟总的比重不如舒总，但毕竟我先有了1票。开心。